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最近几天哦，有一种果子真香、真受欢迎啦，迄就是进口的这个山竹哦。过去山竹从禁止进口来台湾，主要是因为两种芳仔哦，花语或者是杨桃果实蝇甲木瓜果实蝇啦。这两种芳仔咧会生伫这个山竹的这个水果皮哦，随着伊的进口，无论是外也是这个油糖哦，或者是卵，拢有可能随着这个生态哦，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嘛影响到台湾其他水果外销的经济价值。其实哦，毋那山竹从禁止进口，伫2003年10月7日开始咧，台湾禁止高种水果，亲像是红毛丹、这个菠萝蜜等等哦。泰国提出着水果58分钟处理着用46度高温的这个处理方式，会当开始着这种芳仔。最近总算会当开放山竹，不过就要排队才抢会到。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小事要带大家做回来了解。这部电呢邀请到4位来宾做回来讨论哦。第一位是咱高雄山竹龙黄正林，主持人阿明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呢邀请到农试所副研究员刘碧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呢邀请到屏东这个红毛丹农蔡文兴，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副局长谢慧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今日节目非常的无共款哦！你看咱这个头前啦吼，有这个栽，这或者是山竹的这个栽，啊，倒顶咧，咱嘛有一个栽，这是点子的，啊，这是这个接花，啊，咱看到这个倒顶哦，伊个这个红毛丹。咱就要来讨论，就讲哦，这个进口这个农产品哦，对台湾有啥物影响？对台湾有啥物刺激？头先咱就先来请教这个黄先生啦吼。过去啊，你嘛是有种足侪物件的，啊嘛有接足侪花啦吼。咱看到这个边啊，这个点子的，这个是山竹点子的这个部分，甲接花这个部分。其实安尼看，咱台湾已经这个初步啦吼，家己要开始要种，啊嘛是有种一站啊啦吼。啊，这回等16冬啊。看到这个山竹进口，你的感想是安怎？山竹搁伫咱台湾较早16冬前，阮的囡仔、大汉囡仔拢逐个拢做爱食，所以咱迄阵就想要来栽这个山竹果，而且代迄个医生王医师伊也对讲这个山竹果呢，对咱人的人体是有非常好的帮助，而且对这个病情方面呢，伊个册顶悬也写甲足清楚，啊，所以这种水果是大家都足欢迎的，会当进口是对咱全民的福利，哦，啊，而且这山竹果呢，伫咱台湾讲较实在是还是无好栽，我变甲10几冬吼，甲变无一定有一个足好的成果出来，所以这是尽咱的能力来做，但是吼，这个山竹果实在是足歹流落的，啊，足歹栽的，啊，希望哦，咱大家吼，如果若会当爱要栽的当中，大家爱用集体力量来安怎来研究，啊，所以踮即摆 Facebook 内底啊，拢已经有成立即个社群，哦，啊，大家来研究，啊，做伙来栽这物件，啊，所以即个会当互咱进口入来，这是佫增加一个福利，会当互咱大家知影讲，哦，即个山竹果遮尔啊好食，啊，而且呢，互咱有即个动力，会当互咱伫遮下一代呢，也是咱即摆的全国国民呢，会当介意来食这个物件，这是非常好的物件。是啊，先给咱简单介绍一下吼，小介一下，讲这个点子啊，啊，甲这个接花，这个处理起来吼，这个时间啊，时间上也好，啊，是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长度有差伫倒位？哦，这差足多哦。点子的这个点子的材啊吼，伊吼爱伫农改会的研究吼，爱13冬以上才会当生果。啊，那接花呢，伊是会当较紧，但是吼，伊生的量会较少。啊，所以其实同好也是爱3米较好生，安尼量较会济。啊，这个10几冬甲3冬话就足济，但是这像咱这接的话是4冬的栽啊，3冬的是咧接，到今已经第4冬，所以接好爱搁栽3冬才会生，所以嘛加起来嘛爱6冬。啊，这点子的吼。爱10冬以上，我的人客已经有10冬在甲伫生，但是迄甲1丛尔，量嘛少啦吼，少，啊生的量嘛少，今年较生一个20几粒，所以这真正是话
作费精神伫栽培这项物件，但是要有一个成果，这也是得爱大自然，这是上天的温数，互咱有一个足好的水果通去食，这是真好的。啊，会当就是讲，如何咱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甲人的迄个品质，会当达到咱，互咱会当消费，佮会当互咱会当足容易就会当食着，这是足好的。是啊，所以讲这个山德果吼，会啊，你啊抢市啦，亲像咧看这个卖场哦，真正是这个秒杀啦吼，咱看这个秒杀的过程到底是安怎，咱做伙来看。山德，互人讲是水果之乡。10年之前，因为品仔虫害问题，袂用当进口。虽然讲最近禁令解除了，不过拄好拄着3期检疫结束，第一批进口来台湾的只有1吨。这一次进货的话，总进货量是1公吨。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是拿了大概差不多580公斤左右。一开上去预购就秒杀掉了。这第一批自泰国来的山德，伫咧6号来到台湾。不过，因为包装无合防疫要求，煞卡伫咧桃园机场的海关。虽然山德再次进口，也不过海关的防疫是一点拢无随便。在开启的地方没有依照规定签封，而且点付的食物点证明书也没有加注货柜号码和签封号码，没有符合泰国产单独鲜果实的输入检疫条件的规定。这批山德是用泰国卖到日本同款精益的方式来除掉品仔无病虫害问题。山德过去伫咧台湾嘛有种过，也毋过种无多。开放山德进口对台湾农业有啥物款的影响？各位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防检的部分啊，咱就要先来请教到咱的副局长啊。这个16吨啦吼，咱伫2003年时阵就开始禁止，啊，毋过迄当阵是这个有 WTO 这个架构伫咧吼，要禁止因，就是主要2种糖啦。先甲咱介绍这2种糖，好无？是，咱就是伫咧2002年的时阵吼，因为确定泰国有这2款果实蝇，就是一个是杨桃果实蝇，啊一个是木瓜果实蝇。这2款果实蝇呢，伊的分布是伫咧东南亚甲太平洋地区，那还有是在南美洲哈而且呢，咱这个山德呢是伊的寄主，所以伊的危害。咱很多的水果，伊若是入来的时阵吼，会影响咱足侪。即卖台湾咱生产的真侪水果，所以呢，咱就禁止泰国的山德免进口。啊，若是要进口呢，就是爱有会用甲这两只果实蝇汰掉的方法，吼，才会用进口。所以呢，在迄个泰国政府呢，就在这个2003年，吼，就甲咱迄个申请这个山竹的进口，吼，伊的依规定提供资料，个杀灭这2种果实蝇的方法，吼的书面资料给我们做审查。啊，咱审查了后呢，就是确定讲这样的方法，免除了这2款果实蝇的危害这款疑虑。了后呢，咱就请这个泰国政府吼，爱派人去实地查证，就是咱实际的去泰国的产地去了解，这款的因提供出来这款用热处理的方法是确定用杀灭这2款果实蝇。吼，咱确定了后呢，就甲泰国政府谈这个泰国山德的进口的检疫规定，确定伊会用安尼来做。吼，了后咱甲迄个伫咧今年解禁。是，伊的做法有啥物无共？头拄你有讲到这个46度，这个高温以上吼，爱处理58分钟，这就是一个泰国因必须爱做的。啊，咱甲遮吼，咱嘛有这个部分啊，因讲因第一批无这个合格啦，就是讲因的这个签封无完成，所以因这都爱销毁啦吼，无是讲啊退等于伫因泰国这部分成本应家己去负责啦吼。这头段时阵你搁帮我讲一下好无？就是讲这个48度这个高温遮。是，咱甲泰国讲好的条件就是讲因的山德伊的供果园爱泰国政府爱去登录确定伊的爱有做病虫害防治。伊的这个蒸热处理设施嘛爱登录符合咱的检疫条件的规定。了后呢，伫个水果呢采收了后，就是这个登录的供果园的果实采收了以后，要去做这个蒸热处理。这些蒸热处理，咱台湾话是讲用吹啦，吹要温度要有46度 C 的高温，处理58分钟。
吼，啊，这安尼吹了后呢，这个咱拄仔讲的这两款果实蝇呢，就会被杀灭，吼，啊，就来咱台湾的这个山顶，就无这款果实蝇的疑虑。啊了后呢，啊吹好了后，确定无这两项果实蝇了后呢，就爱包装哦。完整吼，袂用过吼，以迄个果实蝇再度危害，所以包装甲运输的条件哦，咱拢有规定。吼，啊，就是拄仔主持人讲的，第一批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咱发现讲伊是用这个空运货柜。啊，空运货柜呢，泰国政府必须要在出来的时候吼，爱改签封。爱有封条就对啊，啊这伊签发这个检疫证明书，面顶呢爱加注这个货柜号码，啊，还有这个封条的号码，啊，因为第一批就是来的时阵，货柜没有签封，吼啊，检疫证上面嘛无拄啊咱讲的两个号码，货柜号码甲封条的号码，所以不符合咱的规定啦，吼，啊，就袂用入来，啊，所以就是后来是退运了啦这一批，嘿，啊，毋过。了后呢，我有甲泰国政府吼，个甲因提醒他们，就是要完全依照咱的检疫规定来办理。啊，因为安尼，甲已经保证讲，伫泰国吼，按照规定生产的这个山竹，啊个按照咱的规定做这增热检疫处理的山竹，能顺利的进口到台湾来。是，莫这个台湾人等伤久啦，尤其等这个16冬啊吼，毋是。这个16冬，其实咯，这个阮少年时阵嘛是有即看阮住菜市啊嘛吼，食足济啦吼。逐工就是讲若看到这个山竹，会使去买一个，因为这个滋味真正是袂歹啦。尤其这个即阵啊吼，足济人就是坐飞轮机，才去东南亚国家才食会到。啊，即阵毋免等啦，但是即阵也是搁爱等一下，因为这个秒杀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咱台湾就是做这个黄鱔啊，啊，搁有这个咱这个老虎研究院啦吼。这个部分你嘛种足久啊！你这个试验所有几载？阮试验所有种3丛尔。其实阮农委会，阮的角度是讲，东南亚足有名的水果拢足好食。阮希望甲这物件是毋是会当引入来台湾，咱来试种看卖，是毋是会当开花结果？所以阮的任务就是甲东南亚这个果子拢入来阮试验所，确定会当开花结果了后，阮再推广出去，互农民种。是，这是这个你的任务就对啊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过，种这个山竹真正是无简单。你有三丛嘛吼？阮试验所有3丛。3丛，啊伊这个年份到底是偌济？阮第一丛开花结果是12冬，过来是15冬，过来是17冬。真正2是冬安怎有这个时间？因为阮种的方法、加面积、加迄个区域无啥共款，所以阮就是去观察讲，伫什么所在伊会较紧开花，嘿，啊像即马嘛，中部遐嘛有人种20几冬，还未开花结果的，所以阮就去了解到底伊未开花结果是啥物原因。是，所以咱先来看讲这个。人讲这水果之后啦吼，啊有水果之王榴莲嘛吼，啊一个较冷，一个较热。咱来看水果之后，伊这个小档案吼，伊这个原产地啊，本质是这个印尼、马来西亚啦吼，啊，还有这个泰国是即马现主是八成这个主要这个部分啦吼。咱头拄讲到，伊是这个果后这个部分，就是生长啊，真正有够慢的，需要8冬至10冬，有的搁较长。20冬也未开花，对无？啊，伊较介意这个较淡的这个环境啦吼，啊，这个皮嘛，较这个暗这个紫色啊、橘色啊吼，风味食起来是这个酸甜啊酸甜。其实咱要搁请教这个副研究员啦吼，就是讲，这恁安尼看起来，有遐多种一个12年、17年、19年嘛吼，有食过伊的果实啊未？伊的果实参进口的果实，像伫阮东南亚食的果实是一模一样。啊，毋过阮强调的是。会当伫台湾食到台湾所生产的物件，成熟度一定是同好食的时阵。嘿，你像讲即马进口的山竹，因为我家己的疑虑就是讲，这到底吹过的物件，是毋是会当参原来台湾生产的绝对是无共款的。是。嘿。啊，黄鱔你安怎看？吹过的物件，口感咧，我看足侪人网络咧卖吼，拢是这个冷冻的啦吼。冷冻的我是毋捌食过啦吼，啊，而且吹过更加抢袂到，抢袂到。啊，所以吼，咱是还毋知影，但是咱伫东南亚食着是非常的口味非常好。咱较早，因为我毋免吹，所以口味我是共款的。是讲咱10几冬前食到的口味，甲
这最近我去东南亚食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即摆吹过啊，甲冷冻过，我就唔知影。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讲伊买迄个冷冻的来食啦，较早前一阵啊买冷冻的来食，我迄口味差足济，差真济啦。就像咱迄个水饺叫冷冻过。啊，话会加较好食，啊话就加较歹食，这讲歹讲。这换伊个人的口味、口感的来显示讲到底好食歹食，这无个人有个人的口感啦吼，这讲歹讲。有影啦，啊，这随这个个人的这个口味，咱要搁请教就是咱的这个串线啦吼，就是这个蔡老师，因为伊种足侪水果啊，过去啦吼，种荔枝种足侪，啊过去你嘛有讲到这个你的经验，你伫几啊十当前啦，有看到这个高雄这农气所吼，嘛是有种一个山竹啦吼，啊，但是这张画这阵已经无去啊。这个以你过去啦吼，种遮济这个水果果子来看，啊，你安怎看这个果子吼，山竹进口，你是有赞成啊无？我当然是赞成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遐尼爱食山竹。是。啊，咱台湾阁无法度来。会当供给这个市场的需要，所以我是赞成这个进口。是，但是我是希望讲，即马咱山竹也好，红毛丹也好，是拄好伫这个起步的阶段，吼，敢若这萌芽的阶段啦。啊，希望讲政府会当关心农民。甲这个消费者，会当平衡，会当平衡。啊，若是讲我的红毛丹，我是感觉讲上好政府卖进口。安尼讲？为什么？因为即马咱倒来的这个产量已经会当达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需要。种的人愈来愈多。种的人愈来愈多，啊，唔免即马。唔免讲走去东南亚去食红毛丹，东南亚才食到啦吼，台湾就食有啊。我台顶遐就介济啊。是，你要看这个桌顶啦吼，摆这个红毛丹，偌尔大粒咧。是，这吼，外籍新娘，这个东南亚的朋友，是，伊来我的农场，伊食了，伊讲，哇，老师你种的比阮马来西亚，比阮印尼，还是讲比阮这个越南遐。产量搁较悬，啊，搁较好食，是，啊，其实有影，你个看，果实遐大粒，啊，伊内底即个汁足济，啊，会当讲有口皆碑啦，是，啊，政府你若讲要进口红毛丹，可以再斟酌一下子，搁想清楚一下啦吼，其实咱头拄讲要进口啦吼，其实嘛是这个原产地，这个国家主动要来申请，咱搁请教这个副局长啦，就是讲，这个红毛丹嘛，咱头拄有讲到，伫2003年就9种果子啦，也是这个禁止进口来台湾的，就是爱这个原产国有主动来甲恁讲，要做一个这个检疫的这个动作，恁才有法度去接受因的申请，佮甲咱说明这个部分一下。是，就是加甲大家说明一下。咱作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吼，咱会用把咱的产品、农产品卖出去，吼，啊，别国的农产品嘛会甲咱申请要卖入来。咱若是要买入来的时阵呢，就是爱照咱有一个风险评估的程序，啊，甲大家说明就是讲输出国，就是像咱拄仔讲的，就是这个泰国，吼，泰国政府伊要甲咱的要甲山竹卖来咱台湾的时阵呢，就是要依照规定。提供资料，个这个杀灭这个2种果实蝇的简易杀虫处理方法，互咱审查，吼这个资料呢，阮会做书面审查，确定讲伊这个伊提供的资料，吼有够完整，伊提供的这个杀灭害虫的处理方法，可以杀灭这个我们关切的害虫，安尼咱了后呢，咱就会去开会，吼讨论讲安尼。资料是有够完整啊，咱就会请泰国政府来办这个产地检疫。产地检疫就是要确定讲，咱去实地去审查，确定讲因提供的资料，甲伊实地在泰国的生产的情形，甲处理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是，伫咧产地这部分啊，咱去做实地这个检验的时阵，
敢有发现讲，其实有欠点真济，还是讲其实咱有少举出因的这个部分？这个产地查证吼。一般吼，像咱即届去泰国政府很慎重啦吼。咱伫18年的时阵，就甲因同意讲爱来办产地检疫啊，因准备足久的，因准备甲106年，甲准备甲好吼。咱去查的时阵呢，伊是真完整啦，吼是拢有照因原初提出来这个处理的方法，甲因产地生产的状况，互咱审查确定是甲因提供的资料是共款的。拢有照报来的对啦，是。所以咱要搁请教就是蔡老师啦吼，就是讲咱这回就是讲进口要入来，其实嘛无遐简单，就是喺原地遮吼，因为主动来申请。有法度去互这个防检局一步一步安尼达成因所规定的这个标准，才有法度进口啦。咱要搁继续请教你，就是讲吼，因为你较早经过足侪这个轨迹啦吼，你小解一下吼，就是讲互人偏芳一下，你种过啥物？较早是赖之园种几甲？我赖之园12甲。洛梨。洛梨我捌种3甲。是。金蕉也曾经种过10甲。10甲。甘蔗我嘛插过啦。树枝就是这个做饲料、做这个味精这树枝，我嘛插过。山也嘛种过。是。大项果子我差不多拢有种过。那尾也选择红毛丹。最后我较介意红毛丹，因为伊够水，够好食，够紧，种落4-5冬都会当收成。4-5冬就当收成。而且产量足悬，咱台湾的产量会使讲比这个东南亚遐搁较悬。可能是因为咱遮不但气候是适合，台湾的农民讲起来足厉害，是，伫这个管理的方面非常的这个顶尖，所以咱的产量会使讲足悬。是，所以这个部分啊，就是讲你较早种赖之园即阵种红毛丹，你讲会使取代啦吼。其实讲到这赖枝，咱等下真正好好讲一下，因为这个咱气候这个变化吼，尤其对着这个农产品来讲，真正是影响真大啦吼。咱继续要搁回头先来讲这个山竹啦吼。其实头拄仔咱讲到这个叶子的，甲这个接花，这个技术真正差真济。但是伊的这个要甲种起来，咱头拄讲这个时间长度嘛是差足济。是要甲顾爱特别注意啥物无？果咱最主要吼，爱找较无冷风吹较袂到的所在，因为伊种热带的水果是常绿果树，如果你甲吹甲落叶，安尼伊的身体都袂堪住，就较衰弱。明年要搁继续长大，还是要搁互伊会生果，迄就较困难。甚至如果若雨寒甲伤冷，像顶个8万寒流，有一寡一物就挡袂掉。当然山竹是还好，我看到的像榴莲。都死甲足严重的，较好的就是香菠萝，都拢无损伤。这就是各种的水果的差别。虽然同款拢是迄个热带的水果啊，银杏、荔枝较早嘛是拢为东南亚入来嘛是拢热带水果，而且伊嘛就是拢常绿果树。所以这个物件差别，伊第二的驯化，这嘛足重要。如果若伫咱遮慢慢适应咱台湾的气候，伊可能嘛是会当适应。你像即届。拢无寒流，结果银杏、荔枝拢欠收，拢无办法开花，这嘛是拢气候关系。伊只要驯化了，煞适应咱台湾的气候，所以这个就无共款啊。伊就较唔惊寒，这山竹打入来尔，咱打伫引进，这品种经过这还阁无几代，所以伊这个物件要会当适应咱台湾的环境，还阁一番的奋斗，所以就有差别。都有差啦吼。其实咱要阁请教这个副研究员啦吼，就是讲。你较早有讲过啦吼，就是讲有一个校长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讲吼，真正是伫这个学校内底吗？伊较早是伫国校。国校吼，教册。教册。是。嘿，伊即马退休了后，伊就有一个构想，就是讲，咱较早要食山竹，要食红毛丹，拢要去泰国，拢要去马来西亚。伊即马的想法就是讲，我就来高手，嘿。要食山竹，来我高手就好啊，唔免去到泰国。这是伊个人的一个想法。我是感觉讲，伊这个
这个构想很好。是啊，有成功无？他都有讲山地，歹种啦吼对，真歹种。是但是我的人客吼，这高这个手啊已经红毛在传丹。成功了啦，成功，红毛丹是绝对已经成功，成功了。所以这个早就已经成功啊。啊，山所以地红毛丹啦吼，是其实这个咧种真正是有难度。红毛丹你看，咱即马桌顶啦吼，都这个果实头白，咱山地咧想无有知啊，对吧？咱底下母甲哦要去倒种，要去倒种，啊要买冷冻的可能嘛迄个无好食，爱排队，爱排队对，啊要现的嘛无哦，所以这个即马是限量是残酷的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就是讲，这个咱妇幼研究员家，其实你讲这3种内底，你的照顾其实有较介意什么所在吼？嘿，较早咱拢认为讲吼，这个热带果树都是爱足烧，嘿，这种环境啊，其实伫阮栽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着讲，其实咱台湾日夜温差伤过大。哦其实这个热带果树伊无关系这种日夜温差大的环境，伊爱这种温啊，很均温的这样子一个环境条件。是这个是阮种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的。过来就是讲山地，其实伊足惊迄个紫外线的强烈的照射。哦，我你是知影同早说的这种，其实伊是伫竹坡仔边，嘿，结果我发现讲，本来想讲竹坡仔边伊的日照不足，嘿，啊，结果等到伊是同早生的这种果子。有杂质就对了。啊，咱嘛发现讲，当然啊，所生产的这个果子，基本上伊拢伫雨林内底嘛，无所以伊的日照强度其实没有咱所想的，遮热遮强安尼。啊，其实咧，台湾吼，这个栽也是这个品种啦吼，山地果这个部分大概有几种咧？山地果即摆有黄金山竹啦吼，啊个墨西哥山竹，啊迄个顶间加泰国山竹的迄个三凤果，啊个有迄个什么诺山竹啊，啊，恰恰就是黄金山竹啊，啊迄个不什么马洛山竹还是什么山竹啊，足侪种，伊这就是藤黄果科，啊所以伊其实呢栽培内底。拄啊好，即种泰国、马来西亚即落山竹，同歹栽，其他拢足好栽。阿恰恰山竹你大，讲大，啊三凤果凊彩栽凊彩生。但是啊，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拄则副研究馆所讲的，伊栽啊期行强日，行拍日，所以我的老师伊是中兴园艺系毕业，伊甲倪正树是同班的同学，伊就我讲，即种山竹甲龙果。伊的细长的栽啊期一定爱早日，你袂使无甲早，无早会死去。是，而且足歹栽啊，但是有人迄落啊，调工要互剪啊，讲我要甲驯化，驯化你就去驯化，变咧伊会拖慢伊的嘿，对，需要你看，甚至互伊的成果就较歹啊。所以，阮的知影，阮就是伫个网仔内底栽培了足好势了后，等甲一段时间，吼，这已经开3册啊，会当摕去土地栽啊地址啊。地址了，我那个教农民讲，你若要栽，你要查网啊。查还同好呢，爱搁查，总共4面，南边楼咧，会当开啊村的呢，迄个顶悬、西边、北边、东边拢爱查，因为咱台湾的冷风，伊就是东北风，毋当时啊冬天嘛有迄个东西风啊，迄个西北风，啊，所以这真歹讲，所以即种物件就是讲你爱甲查风，啊，第二就是。栽啊期到1公尺半以上，才会当显开。啊，若1公尺半以下，尽量也是爱互伊早日。就像迄落咱吴幼园的陈先生，伊就是用迄上雨伞安尼，一直累一直起来，一直累到到迄个关度，伊较甲互伊拍着日。啊，但是伊的栽时啊，下晡时啊，会当照日入来，迄就是足好。伊就伊的构想，迄就是伊的技术，迄就是一种咱台湾人足厉害的，大家就是想办法，袂当栽起来，我就偏偏要甲栽起来。如果咱若讲对着风潮咧行，像又搁好栽的物件，像阮较早，我栽生米果都了200万，这是阮食着苦果啊，所以我无希望讲农民搁再食这苦果，所以如果若来阮要栽，阮就该安怎栽，甚至要换盆啊，要安怎栽落，拢爱足注意，因为山地果这个物件，伊的幼根
足惊长去。那如果若讲伊又紧唔惊长去，咱这凊彩栽的哦，迄落荔枝听个交友开，紧甲清清的，甲个栽了嘛是 OK 啊，但是唔知啊。这唔是行车尔，安怎讲？伊个认土咧，你甲栽落，这个土壤若无适合哦，咱伫迄个植物生理学内底就知影，这个土壤如果这是你的盆仔的土，甲你原地的土，你若袂当适合伊可能求个两冬，尤其山地同久，伊两冬拢唔叮当。啊，迄阮较早叫做适应期，叫我到尾甲知影讲啊，迄个袂使。阮老师就教阮讲，哦，你60公分这个范围，拢该挖一个窟啦，啊，甲挖60公分深。你把土甲搅搅，甲你的盆仔内底土壤都差不多了后，你较甲背倒转去，啊背啊甲放好啊，搅好啊，然后你甲拍，你个甲吞倒转去。填倒转去了后，要栽迄个坑，甲挖一你个盆啊，遐尔大个，啊，甲坑落就好。安尼伊就无迄个较，爱搁再适应土壤迄个问题。所以这就是阮的技术甲栽培的所在。啊，而且我嘛真乐意讲，甲大家农民来分享，因为我家己嘛遇着风台嘛是扫到东倒西歪啊，所以我即摆已经在伫我伫阿莲，啊伫田寮的迄个山谷的所在。嘛栽5-6冬啊，但是还袂生果。当然已经有伫继续伫大啊，风台咱就已经有封闭啊。啊，但是这就是咱台湾爱克服的风台，这是甲东南亚差别足侪。啊，第二咱的冷风。所以这个安尼成本真正真悬的吼。成本不一定悬，但是时间也足久。就是时间的成本啊，好啦吼，是要甲顾人工人工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知影这个栽这个点子这个部分，你讲这个差不多250块啦吼。嘿，对。啊，这个这已经爱卖到4500。哦。啊，买的人嘛是真济的吗？嘛是一窝蜂啦。哎呀，这阵啊，我伫网络内底，较早我是拢配合栽商啊，因为我是培养场，我配合栽商，因可拢咱来摕去，啊伊嘛唔免讲我各甲因教技术，因为栽商伊就去处理啊。啊，但是即摆有人搁较俗。伫卖啊，但是因的品质较歹啊，所以我伫网络内底，尤其伫阮的山竹的迄个研究栽培迄买卖迄个社群，我就甲打出来，啊，甲比较讲，这安怎比较？你较知影讲，这个材啊是好的，会继续成长的，还是袂成长的？啊，讲甲足清楚了，有足侪人来找我买。是啦吼，所以这个咱嘛知影伊这个时间期的这个部分啊，这个点子的。真正10年以上，像安尼。至少爱10冬。啊，至少10冬，啊，可能10冬了嘛，也无看伊这个你若袂晓栽嘛，是10几冬还阁袂生。还阁袂生果。这无定的。所以啊，若是这就较紧啦吼。这就较紧。对，所以咱阁继续请教副研究员啦，吼，完啦吼，就是讲，咱个安尼看起来，自你的经验安尼来，你应该有一个山竹精啊啦吼。山竹精哦，有无？其实行过遮听过一寡农民因的讲法吼，其实选择作物是一回事，是。过来选择作物之后，选对品种也是一回事。嘿，他拄仔迄个黄先生有伊讲，其实这两种品种是无共款的。是。嘿，原来泰国的山地可能爱10几冬才会生，啊，即摆马来西亚有一个品种，嘿，伊是较早生的一个品种，所以咱即摆要栽这种作物进前，咱就爱先去做功课。嘿，我选这个作物有啥物缺点，咱需要去克服的。他拄仔迄个黄先生讲无着，山地有迄个耐寒性的问题。过来红毛丹，我相信蔡老师他应该也能够体会，红毛丹伊足惊风，嘿，足惊风伊的基调就脆就倒，嘿，啊，咱无希望讲咱栽落了后，开遮济栽啊钱，结果是倒互你看迄种局面。毋是甲倒尔哦，伊冷风也落去，烧风也落去，好，足歹溜啦，足歹溜啦。所以我较早嘛栽过，我家己接好去山顶栽，结果一冬就死了。所以这个真正吼，爱甲当做宝贝来甲你。我红毛丹的栽啊钱我开足济啊，买到1000几丛啊。哇！你种唔着品种啦？唔是啦，我你若种着好品种吼，凊彩种就凊彩甲你生。专业的来。迄是咱屏东，阮伫遐，阮台南吼，较无遐好种。共款。共款哦，所以这选种介重要。现在爱来甲迄个蔡老师哦请教。对，蔡老师你的种是啥物种啊？我的红毛丹的种，到目前为止，全台湾有20-30种，我看有啦。是。你家己选的嘛？我有10个品种，啊，我家选4个品种。
红的3个品种，啊黄的1个品种，我是认为讲，这4种品种是上适合咱台湾种的。啊，结果有影因的产量拢袂歹，品质拢足好。过去咱台湾的市场啊，对红牡丹反应足歹。为什么？因为过去种的这个品种，伫市面上并无迄肉撑袂起来。是。啊，佫酸佫涩。啊，所以人来听到讲红牡丹，一般人拢害头。哎呦。你讲啊？歹称。歹称无好食。啊，最近我的品种推出以后，大家拢感觉讲，红牡丹确实嘛是好食啦。啊，所以我这介绍卖了足悬，啊，市面上的这个接受度愈来愈悬。我相信红牡丹会真紧变做咱的经济的作物。是。啊，对农民来讲，目前若种到我的品种的这个农民，大家拢笑嘻嘻，因为拢丰收啊，拢丰收啦，钱拢卖足悬价啊。即马价钱是安怎算？一斤200以上。批发价200啦，啊，零售价300。哦。产地价。产地啦吼。产地啦。啊，了个运愈远愈贵。啊，若是讲以后若甲大众化，我看100，农民都拢会当接受。啊，你若讲这个山竹，农民你总共你已经开几啊百万、几千万。无，迄是开伫神秘国，这较神秘国。啊，我相信你这嘛已经开这个开袂少钱。啊，到底你回收偌济转来？我当时我是拢做栽啊，我家己栽的还袂生果了。栽也无准算，即嘛就是讲这个果实吼，这才有标准。是啦，要互伊做这个经济这规模，爱看伊这果实这果实，因为这做栽啊是好大嘛吼，就是讲这咱拍基础的时阵有啊，要看伊开花结果这个结果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这个经济规模的这个部分。较早咱嘛有咧讲啦吼，头拄仔这个蔡老师嘛有讲到，就是讲这个红牡丹吼。会当取代着这个荔枝啦，吼，也是讲这邻近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现主时佫拄到一个问题，咱头拄仔这个副研究员遮嘛讲着，就是讲这个气候这个变化的问题啦，吼。所以咱较早种的这个较属这个热带这个部分啦，吼，咱一直随着这个气候变化，豆拢会使种较悬的这个所在，但是这嘛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台湾这个农业这个问题。咱来看讲这个芳啊，吼，伫今年就是。找无密啦吼，咱来看这个新闻报道到底是偌尔严重。芳农无因将糖水放在芳箱边，要提供芳来者维持芳的生命。因为今年受到气候冷冻、雨落了少的影响，和全国林景花和荔枝花开了少，现在芳采袂到蜜。芳农现在每个月至少要加开2万块来饲芳。一礼拜要食6包啦。一包1000块，安尼就要6000啊呢。嘿，糖落就是伊伫咧，互伊做食饭药。嘿，啊伊迄袂当好采蜜啦。伊迄消化落去啊，好生存啦。大牛年将近80岁，芳农叶先生就讲，伊饲芳超过60年，头一届拄上从今年完全采袂到蜜的困境。以去年同期来讲，已经收成4500斤的芳蜜，但今年却收无到去年的1成。采蜜量至少减少9成。这嘛拢空的哦。拢空的，吼，拢无。哦，真诶拢看无吼。拢无，这安尼拢无蜜啦。这拜5饲的甲单嘛拢无蜜了，无调蜜了，都伊食落水放了哩。水糖嘛，水糖伊就消化了呀。哦。无能调库存啦。因为气候的关系影响，那导致开花期乱了哈。那我们会在持续的观察，到底这样的气候影响对开花是不是有多大的影响？密切的注意这样的变化。叶生芳农就讲，伊饲150箱的芳，每箱至少3万只芳。每年为3月初开始刷到高雄、内门来采荔枝花，也是林景花的花蜜，搁慢慢往北移动。但今年各地拢采袂到林景蜜和荔枝蜜，都芳农烦恼，一旦欠货，目前市售预期已经起3到4成，嘛烦恼起价影响到要起。记者为你报道。
对着这个极端气候啊，这个变化吼，咱这个台湾农业一定要有所应用，咱继续来申请到这个副研究员啦吼，就是讲因应着咱的气候变化，你先来解释讲吼，这咱较早这个作物啦吼，倒位高雄咧种的，啊，即马倒位嘛种会着，啊，这个关山的所在会当看到这个热带这个水果有安尼趋势无？哦，主要是介绍的关系啦，哦因为有一寡品种吼，会当透过迄个温度的关系，会当去伫无应该生的季节，会当卖到较好的价销。是。所以即马芭乐嘛种甲摩天林，嘿，莲雾嘛种甲信义。哦。其实主要是讲价销的关系。是。嘿，迄个气候暖化，这嘛是一个原因。嗯。因为这2个因素搭配，所以整个的作物项是有变化。哦。嘿。啊，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部分呢，对台湾农业的影响到底是倒位？咱头有讲到，可能哦，较早虽然讲是这个经济，嘛有讲着嘛，这个红毛丹会取代着这个奶鸡，但是这奶鸡无去嘛，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对台湾农业真大的这个危害啦，哈，危机伫。所以你安怎看这个气候变化呢？气候变化一直逐渐在暖化当中，像即卖今年的奶鸡甲林景，因为低温无够，没有办法开花。啊，像去年来讲有开花，要么去拄到旱害，伊嘛无法度顺利的开花结果，这种是一个风险。所以咱即摆对东南亚进口这的热带水果，希望讲，咱会当生产到较早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法度去食到的一寡果子，希望讲会当对这。为农民去会当获得他的一个收益，就是认捌着这个热带这个水果啦，吼，搁一届亲像这个泰国这个山地果，认捌着这个台湾，互咱搁一赞的这个思考，咱继续这个请教的这个蔡老师啦，吼，蔡老师，你就讲这个种红毛丹，这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考量啦，吼，这个考虑啦，吼，就是讲会种这，因为你过去嘛种足济家的这个奶鸡啦，吼，头拄仔你嘛讲你秦中红毛丹。对无？但是过去种奶鸡，这嘛是咱较早过去真侪农民主要这部分，尤其奶鸡的这个品种搁较侪。奶鸡我种50外担啊，我会使讲看到这个南部的奶鸡哈，沧海桑田。以前种的遐品种，可比讲乌叶啊、竹米、桂米啊、槐梨遐，即马拢。都不见了，拢无去啊。啊，为什么不见？就是讲气候的变化。啊，这个缺口，啊，林景嘛是共款。是。啊，这个缺口，我相信红毛丹后摆吼可以把它填补。因为这个气候改变，即摆愈变山愈变做，本来亚热带，会使变。可以讲慢慢变成热带果树，热带气候。啊，咱爱，你讲要从林先生讲要用改变这个水果啊来适应环境，啊，这实在是真困难啦。啊，伊即马大自然的这个温度在改变，咱若讲要行这条路，足辛苦。足辛苦。咱就选择适地适种，伊会当生存的这个规矩，咱来较种，较简单。红毛丹伊对低温的需求无遐强，所以基本上伊的产量会较稳定。只要无风台，阮同惊风台。就是伊的这个基的这个部分较除了风台以外，就是梅雨季。生梅雨的时阵，梅雨。都咧开花的时阵吗？唔是，伊这个雕果的时阵，伊甲这个奶鸡共款，伊有3摆的这个生理落果。啊，第3摆的生理落果多碰到咱台湾的梅雨季。啊，伫东南亚遐无这个困难。是。啊，所以梅雨季伊若是讲伊第3次落果的时阵。伊若是讲落雨超过8天、10天，连续是落到无半日，落到足细，啊，这是上大的问题。是啊，来就是风台，风台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生梅雨雨风台等等这个天气。伊收成的时阵是7月，到8月，是
哦啊，这是最大这个产量的就是风台同密集的时阵，也上严重的时阵。是。啊，过来头拄刘小姐有讲过，伊有影较惊风，伊的基调无这个内资，也是这个宁静的遐润，是较切啦。较切啦吼，所以咱头拄讲到的，无论是这个山地果，也就是红毛丹，咱其实哦，这个头拄这个刘副研究员嘛有讲到，就是这个新兴的这个水果啦吼，搁一摆来认识透过这回这个泰国进口这个山地，咱来先看讲新兴的这个果树有啥物啦吼，会当伫台湾生摊落去的这个果树是啥物，果子是啥物，咱来看讲，咱有经历着四个水果啦吼，有这个新苹果也好啊，香菠萝也好啊，龙贡也好，这个山梨子啦吼，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有的伫这个热带这个美洲啦吼，啊有的是伫马来群岛，也有伫婆罗洲啦吼，还有马来西亚这个半岛，也有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部分，拢是这个因生态这个所在。咱继续请副研究员，这是你的专长啦吼，就是讲这个新兴的果树，若要伫台湾啦吼，头拄只这节目进前啦吼，就是咱的黄大哥嘛一直问着讲，较早扎入来这个点籽的这部分啦吼，籽的部分要搁一届检验，有啥物困难的所在？啊，对着这个新兴这个果子啦吼，若要伫台湾生产，伊检验的部分，你敢有这个会使甲这个农友啦吼说明一下呢？你讲炸鸡对吧？遐。对。其实防检局伊遐网站都一定有一寡讯息会当公布啊。我今仔日要进山地的籽，其实就去网顶搜寻，对一个国家山地的籽会当摘落来，网顶因的网站都拢有写到足清楚的。是。啊，对着这个新兴的这个果子咧，伫个研究内底，因为即阵头拄仔咱嘛讲到这个气候的变化，若是亲像咱头拄仔介绍即种四种果子啦吼，咧种的时阵。其实这个物件我拢种过啊，像迄个葡萄桑来讲，香菠萝来讲，这拢是足惊寒的一种果子。啊，尤其台湾佫有这个低温差啦吼。对。啊，像葡萄桑我内底都摘过3遍拢熬住。拢熬住。所以这经验，新兴的果树对于这个农友来讲，其实这个物件，其实阮企业所的责任就是讲，这个果子拢伫阮遐做一个调查，到底会当开花，袂当开花，其实阮心内底拢有一个建议，像这较歹处理的即寡果子吼，就建议讲，可能较无迄个商业栽培的价值，可能种几丛啊，家己来食是可以，就是解馋这样子可以，若是要有这个规模的，一定。三思啦吼，搁再思考一下。咱台湾搁有土地问题，土地贵啊。对。无像人东南亚伊遐土地哦，人广地广人稀，所以人少啊，土地搁俗。啊，但是这4种水果呢，新苹果、香菠萝、龙贡甲葡萄桑，我拢有种过。是。当然伫这当中惊寒的部分，真内底拄啊甲葡萄桑较惊寒，啊龙贡还好。啊，香菠萝我甲坚持，因为伫霸王寒流当中，我所摘的几啊百丛的当中，拢无受伤，所以我本底是要用迄个假面包果来嫁这香菠萝，但是到尾发现唔免啊 ，OK 啊，伊就继续弄大，所以阮兜的香菠萝已经在甲特别开花啊。啊，蔡文兴蔡老师因兜嘛有2丛咧生果啊，因兜本底嘛1丛，伊有握定。我2丛香菠萝是全台湾最大最老的哦，但是我无人来问我讲，这个有价值无？我拢甲讲无价值，无价值。果子味伤重，迄个加素味做重。毋是加素，毋是味的问题，是伊这个授粉的问题。授粉袂当完全授粉。所以伊内底籽介少，肉就少。若伫东马原产地，伊无这个问题，伊一粒内底拢总是肉。伫咱遮肉足少，安尼就无这个推广的价值。是，所以自这个蔡老师的这个经验内底，啥物上介好？红毛丹吗？过去人嘛有问我这个问题，这个新兴果树。我曾经伫这个热带水果研讨会当中，我有介绍10多种的新兴果树。最后人有甲我问讲，老师你介绍，你讲遐尼侪种，
到底你认为哪几种较有前途啦？是。迄个时候我想咧，我就讲，我感觉这个红毛丹、红龙果，黄金果，较有前途啦。是。结果这20外冬来，这3项确实讲，伫这个市面上，非常的这个量足济啊。是。接受度也很好。尤其这个红菱果啦吼，你看看，阮这个我住这个南投吼，我妈妈因这个后头厝伫这个民间吼，本早拢种茶，即摆拢改种红龙果。即摆要叫人卖个种啊。即阵吼，尤其伤济啦，所以若是要种，真正要考虑到伊这个规模也好这个伊的经济效益，唔通是人要种就做伙种，这真正就死安尼吼。但是我有一点害怕啦。红毛丹是不是有一天会变成红龙果？哦，你买欢乐的对吧？我买欢乐。是，所以要安怎控制咧？所以这无法度去，无法度控制。个人要种啥，这个人自由市场。是。尤其咱农民这个抢种一窝蜂，绝对没有办法。这么就自由市场去淘汰。是。目前为止，种红毛丹的，大家都认为还 OK 啦，也个 OK 的对啦吼。所以咱看起来，即阵这个老师家嘛种几啊10架啦吼。无几啊10架，12架。12架呢，13架。对，这安尼部分，这个经济效益，咱嘛头拄仔有听到，就是这个，若是讲批发啦，差不多200块一斤啦，现主是，这个300块是这个零售的这个部分。这个红毛丹很主是叫这个经济效益，但是头先老师嘛讲到，伊的这个烦恼，惊这个。伊知影袂太济。对，所以这若是惊到讲后摆，亲像这个红菱果安尼吼，帮盘继续来，安尼对这个农友来讲，农民来讲嘛是真大的这个损失啦。继续咱要搁回头来讲，因为这回咱是讲到泰国山地果这个进口啦吼，嘛是爱回归到这个进口这个部分。其实咱做足侪这个防疫工作，就是为着卖互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农业受到这个损害。是。把关这个部分，你有啥物个建议无？把关方面，当然伫这个果实，你也看咱即摆迄个东方果实营，伫咱台湾对咱的农作物的危害，迄是非常非常严重。有人毁坏嘛是足头疼，咱农民更加是，哎哟，头要大1粒2粒大，这是对咱足大的危害。当然。伫东方果实营已经遮尼啊厉害啊，拄则所讲的迄个杨桃果实营，甲木瓜果实营，迄我甲看迄尾啊，佫愈尖，佫较厉害。是。迄种人入来，可能连红毛丹迄门都甲更过，安尼就足麻烦的啊。所以伫这个防疫方面，咱是非常赞成。你个动植物检疫伫这个当中，为着要保护咱农民，这是真必要的措施。而且呢，会当辅导咱农民会当慢慢去行向这个会当特殊的有经济的栽培，这是足好的。因为咱日本嘛有20-30万的青年农友啊，因拢是用温室再栽培，因为因遐是寒天啦。但是咱即摆农委会所互咱的信任感，其实是对咱农民来讲啦迄个补助方面啦可能是较便宜啊，因为伊用补助迄个为迄个农害啊、农损啊，但是你无足好去鼓励这个青少年会当来行向这个农业，因为如果若是会当咱会行向农业，咱人食水果是会足健康的，你也看。当时亚当夏娃，上帝嘛叫伊食水果尔，为什么较会呢？因为水果会当互咱足好的消化能力，甲互咱的免疫力会当提高，这是足好的。所以这个物件咱应该保护，但是要如何去互咱这个农民会当受益，会当互少年的会当投入这个农业，这是咱国家足需要去做的。尤其你也看美国，伊即摆嘛渐渐 AI 迄个 Andrew Yang。他现在已经是那个总统的候选人，美国他是华裔的，为什么？他也知道 AI 还有这个整个自动化生产对整个社会的工业大革命即将来临。那农业反而如果要有走向健康的农业，它的那个以迄个要互咱
迄个劳动力啊吼，爱投入足济。但是这个劳动力，你爱相对爱有互伊一个相当的迄个效果甲回收，农民才愿意来奉献。如果你若拢互伊无收成，伊当然就无办法啦。所以这是爱咱足注意的部分。是，所以咱农企售价有啥物建议无？农企售价就是当对着这个防疫这个部分，还是讲咱对着农民的这个部分？防疫的部分，基本上，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政府家拢有帮咱做一个真好的把关动作。那么，无希望讲咱台湾的果子会去受到唔知影白虫害危害，嘿。所以蔡老师咧，最后的这个建议，对着这个规台湾吼，这个进口咧，头拄讲红毛丹卖进口啦吼。我是感觉讲，这问题是全面性、全面性的啦吼。你这个政府把关是一个方法之一啦。你这个果实园的繁殖吼，嘛是我感觉政府嘛爱搁加强啦。过去已经有在做，但是咱。